教育部伫咧8月24、25这2天召开遴选课程审议会学生代表，希望有学生代表来表达意见。不过，学校传出讲有委员用配件来称呼各中小的遴选委员。今仔日就参与者质疑讲这款话人敢有资格做人的遴选委员呢？也呼吁教育部和参与者就要重视囡仔的表意权甲主体性，让大家拢会当自由表达意见。自2015年，台湾捌有侪学生参与反乌上课工运动，后来学生才争取到伫咧课程审议委员会通有学生代表参与讨论。所以，伫课审会进前爱先开遴选委员会来选出学生代表，只要有学生身份，拢会当参加。所有遴选委员指出，伫24、25个遴选会议，有委员出现情绪管理的问题，佮欺负参加会议的各中小学生。当天现场就是有委员们在讨论议事的过程中，就是情绪越来越激动，然后甚至出现言论攻击或是质疑，就是为什么国小国中生委员在现场的一个情况这样子，可能用词的幼体化，或是就是言行的，就是压迫感这样子。针对这个乱象，有遴选委员和当年反课工运动的参与者发起联署，呼吁教育部和遴选委员要重视这届会议的各种乱象。因嘛认为年纪甲专业都无关系，无应当用这来质疑年纪小学生敢有资格做遴选委员。那遴选会现场其实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，就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这样子。然后每个学生因为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，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遴选委员，那不应该去忘记他如何去促成学生参与、包容学生不同意见的重要精神。另外，教育部是回应讲，经过调查，会议现场无听到言论偏向幼体化的情形，但是会后解释是有参与者伫网络顶也是私底下有一寡言论的攻击。教育部是呼吁委员之间应该爱互相尊重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